大家好，歡迎嚟到 Hong Kong Books Review 嘅 channel。相信大家平時都有食開拉麵，咁有冇想像過，如果你嘅拉麵係由一班貓貓幫你準備嘅呢？有一本漫畫正正可以滿足你嘅幻想，就係今日想同大家介紹嘅《Ramen Akaneko》。《Ramen Akaneko》係日本漫畫家庵一曼創作嘅漫畫，由2022年3月14日起喺集英社網站少年 Jump Plus 上連載。現時已經連載超過120幾話，單行本亦都已經推出咗10卷。佢嘅故事簡單咁講，就係有關一間由貓咪開始嘅拉麵店。拉麵店嘅成員包括店長半座、負責會計，亦都兼任門面嘅 Sasaki-san、顏值擔當嘅 Hana、餃子出菜擔當嘅 Sabu、製麵擔當嘅 Kurishuna。故事開始由一名人類Yashiro Tamako-san加入依間鋪頭開始。由於拉麵店一直以嚟都冇人類工作過，因此故事初期主要描寫 Tamako-san認識 Ramen Akaneko 嘅成員，亦都通過呢啲情節俾讀者有機會認識各個角色鮮明嘅貓咪。譬如店長搬咗係好有匠人精神，會計兼門面嘅 Sasaki-san 佢十分能幹，亦都精打細算。顏值擔當嘅 Hana 初接觸會覺得佢好難相處，但其實佢對自己要求好高。餃子出菜擔當嘅 Sabu 就好貪食，而製麵擔當嘅 Kurishuna 雖然係一隻老虎，但佢十分之膽小，亦都可以做到製麵呢種細緻嘅工作。除咗主要角色之外，亦都會出現唔少嘅配角，譬如一班經常光顧 Ramen Akaneko 嘅熟客，或者係同 Ramen Akaneko 有來往嘅律師、修理屋等等。有啲話數甚至會以佢哋為主角，令佢哋唔單止係一啲佈景板。講咗咁耐，其實想推薦呢本漫畫嘅理由係因為佢係一本治癒系嘅作品。漫畫本身冇一啲要稱霸全國拉麵店之類咁宏大嘅目標，佢以單元劇嘅形式描繪咗一個又一個平凡嘅日常。話雖如此，作者都會安排一啲突發嘅事件，例如 Hana 嘅原主人喺同 Hana 分別之後揾到 Hana，亦都想同 Hana 重新喺一齊。又譬如有一次有個人想收購 Ramen Akaneko， 呢種情況下，如果想表達啲道理或者價值觀，其中一方可能會出現損害。但係 Ramen Akaneko 通常都會圓滿收場，唔會令讀者心中留下遺憾。例如上述兩個事件，Hana 同原主人盡述心中情，最後亦都同原主人和好。而喺收購嘅事件中，Ramen Akaneko 回絕咗收購建議之後，亦都因為愛貓嘅人士而冇俾人追究。主要角色同埋一啲經常出現嘅角色都好討喜，佢哋嘅性格同行動唔會突然180度大轉變嚟嘔心你。你每次翻開漫畫都好似你去一間你熟悉嘅拉麵店一樣，每次都有一班熟悉嘅角色迎接你。故事冇複雜嘅人際關係，亦都冇講述咩大條嘅道理，就只係美美地、慢慢地咁樣講述每個平凡嘅一日，好適合上班一族想揾啲輕鬆小品嚟睇下，或者係一眾愛貓人士。各大書店例如誠品都有推出中文版，誠意推薦大家去閱讀。順帶一提，Ramen Akaneko 都有推出動畫版，動畫嘅表現都出乎意料十分優秀，節奏十分恰當，可以重現到原作嘅氛圍，甚至可以話升華咗。佢選擇嘅聲優亦都十分合適，十分之推薦大家去睇。咁今日就到呢度，下次再見。